你玩得開 live 下，把你個 start。这是시국에는 나한테 이러는 거야? 맞아. HC.你講你是個只你持股。베트남 얘기하면 요. 안 줄래? 일본 야행에. 일본 야행에.對，日本brand啊，日本 brand。我是未當啊，呢個到嗰邊，到嗰哎呦，邊。我對另外嗰邊呢。OK OK。我未單呢個邊 ，look high class。喂，嚟，start 啦嚇。我未單呢。start 啦嚇。OK，跟住我變咗 start。我變咗 start。OK 邊？哎呀，各位聽眾，大家歡迎都來收聽《邊來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到啲這邊嘅為你要介紹我人台北嘅邊先正貴啊嘛，當佢是講個比時啊。這邊我人嘅台北嘅邊個是呢濟人個，這邊一多啲嘅嘅邊呢來介紹隻聲。老麥自己講個劍嘅啦，到啲邊來學嘅錄音直播俾我馬路，佢當然先正貴啊。OK， 各位聽講啦，這邊個決定嘅人嚟啊！特別嗰時我講我怕我咩亂隻啊錄音時，特別我看到講到我個鍵麥 mute 掉。我都冇聽到啊！你邊咧學嘅你面嘅啦，特別就我直接啦YouTube 應該是要 live 嗬489。這邊嘅要介紹我特別嘅邊啊，這邊特別嘅邊就是怎麼頭一擺來新椒。豆豉唔是米卜唔是，米粿接，歡迎粿接，歡迎。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สินเจ้า粿接，แล้วก็ป้าแกมตี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椒菜歡迎。大家好 ，YouTube 冇 live，YouTube 冇 live。冇咩？冇咩？幾時有喎？我怎麼看？有。แล้วก็ป้าแกมตี歡迎，唔是แกม水ตี歡迎。ก็อัน話แกม水ตี啊，水咯係，到底生椒椒、生蛋椒、生唔得咩椒嘅裏面。แล้วก็489 producer 歡迎。係啊，大家好。แล้วก็後頂阿龍歡迎。แล้วก็英國頂歡迎。英國頂你後尾係你海景是邊樣呀？唔是，這是 Hawaii。哦。好。แล้วก็一間小寶歡迎小寶。แล้วก็豆哥歡迎，冇做工嘅 producer 歡迎。我是一日冇做工嘅。對，แล้วก็仲有個即係陪咗隻狗就阿三laksa啊，知唔知？對，阿三laksa歡迎。三laksa。狗。แล้วก็新椒貝虎歡迎。Hello。แล้วก็帕林島歡迎。係。แล้วก็一間話紅景就話即卡吹天歡迎。Hello。แล้วfucking true。fucking true 你準備幾年數啊？幾百億。對。แล้วก็一間是幾關清啊？一間是大住邊是幾啊？古仔人想活起來。就是我未記啲咩？冇名啊！冇大照片，我冇看過一面，我咪小英，你有開麥講者，佢冇開麥喎，佢冇開麥，等陣，maybe 冇一部啲，然後到對佢叫新椒喎，這是新椒嚟，新椒面蘸 Hello， 歡迎，你是新嘅啊？係啊，頭一擺嚟，你使拍開隻，你 camera 係我寫。唔再拍佢。你拍 horizontal 呢等話有，唔是，唔是。因為 camera。你電話嘅嚇。拍車。你又試個尾嘢咧？我得啦，嗰時候。rotate。得，我看者。我都可以請你水。
話重心。你分啊？แล้ว rotate แล้ว rotate ค่ะ 我有 rotation lock on 搞所以你名本來學嘅你名咩話名我小掉了那麼年紀，係咩那麼年紀，林木尼亞子啊哦你是教林木尼亞食嘢啊你是教林木尼亞食嘢啊哦林木尼亞子hello林木尼亞子歡迎你按照聽到本來學嘅呢aku lah tapi perlu yang podcast aku. Oh, tapi聽到是你捌聽過，tapi 只去聽 podcast 話你個最近啊。對。你當今是多少人多少PJ 最佳啊 PJ bertaling 哦 saya. BJ 我睇到最佳哦。我可以等我抽啲冷嘅。我就冇抽人，對。แล้วWell, actually si PJ 大漢嘅，tapi family si originally from PJ 啦，long I mean from Penang 啦，long time ago 啦，因為講 from Penang。哦，特別你本身唔捌到佢邊咧，是講你出來人講邊咧，學緊話，就變做以後講邊咧學緊話。哦，明白。搞就講嗬，你就是個出來人講就濟咯，特別是。是啦。我教我你教我 family 是講福建話。哦，我未請問看，你是唔是讀阿毛冊嘅人？對。只樣係讀阿毛冊嘅人啊，甲個出來人，甲愛講福建話，過讀對人嘅。我感覺對，即係讀對人冊嘅人無。讀對人冊愛講華語。華語對。伊講嘅係啲，就講愛講福建話本嘅。住時候講係講福建話你啊？話啦。哦，你是講無教為你講啊，本無咪講因為。特別定咩是啲 BJ 大漢嘅人，較只是談摩車。我講個詞本是個人講，本是講普話。哦。對咯。歡迎你頭一擺來這邊。嚟參加我哋拍卡，恭喜發財，對。恭喜發財。特別講辦嘅事是貴啦嚇，佢真正是貴啊。然後個有小寶歡迎小寶。有講啊，sorry，because 佢 order 走起啊，然後啲冇講嘅是趙西未叫過，係趙西歡迎。大家好，歡迎。然後住我冇講掉，應該是講下嘅了。會講我是南西489啊！哦，南西對，南西，歡迎南西。要我哋調走去啊，大媽是。做豆哥。豆球講啊，拎豆哥，大媽冇做間 producer 講啊嘛。阿龍後頂阿龍講未啊？後頂阿龍。講啦。OK，當今次呢禮拜咧，先正貴啊，是往特別講廉嗲咧，你冇插入家己到啲厝啉茶泡咖啡，不會使啉咖啡，還是出去外口到嚟得一間咖啡出名，還是係咪會教人講，還是你有研究啉茶、研究啉咖啡，使教人講。我在今日功夫是出個了，就是趙西啦，話你看趙西啲做咩？趙西啲一啲多個，這是咖啡係咩？伊愛做，這是咖啡粉嚟。這是咖啡，但我看下面 Great Bean Sumatra 哦。Arabica。Arabica。Single origin。You what coffee single kopi ah? UI kopi ah. Dubai try Ethiopian coffee yo。你做咩做呢興趣咖啡啊？你下面物件做你行業興趣咖啡，是不是細漢起就是教咖啡啊？喺你咖啡加香嗰啲味啊，味咧係勁咯。哦，特別你細漢就是教咖啡啦，還是你想你接落來都是教咖啡啊？是係咪數咧行業時候啲哇，我會研究咖啡啊？coffee bean 開來邊咧頭一間咧，哇，人去啉咖啡咯，對人去啦，都俾啉到咖啡先係好啉嘅喎，啉喺正線啊，然後密針味素啦，特別聽到是你冇啉咩？成間咖啡店嘅咧，咖啡冇啉咩？係啉咖啡啦，啉咖啡冰係糊靚嘅，然後特勁啦，上味
无啉到伊诶 after taste 啦，无咧。冇想你比。就是你较研究较深啦，你是你個別子嘅個別店開嘅時，你都今日掉嗰隻掉，干那專門是去食伊嘅個別味嘅，唔是去講糖加牛奶係直接，你可能你特別食啲個別味。無相味素。成個茶，人對茶有人可能。有啊，有啊。人對茶是有人可能，咱有感覺係因咗伊感覺啲叫做甘啊，是蝦米？特別咱個別咱是無，咱是係糖係牛奶直接啦。對，咱是海龍嗰邊啦，嗰邊店叫海龍嗰邊，海龍嗰邊是用地板魚嘅嗰邊自己炒。哦，是啊。你定係糖。我真係咕油係糖嘅，我真係熟嘅。睇下你未叫你嗰邊嘅正係味素。哦，我哋熟嘅，你太難講。無相味咯，佢知㗎啦，無相味素。你當啲做咩？成日自己補功夫呢？成日你。over 啦，呢做 pop over。咁啫。你泡嗰邊咯。泡嗰邊係啦，哇！你泡嗰邊你自己已經加咧啦。加變款嘅啦。是碌自己加，是碌叫人加。即是我去咖啡買，間咖啡講是我加冇我加冇。哦 ，coffee lane，我知。對，我知。我梅諗阿妹係咪令個 B B 困呢？哇！我念得好困。我念得好我念別誒，個人呢？好困啊！我真係能夠好聊嘅，我困特別困，了未好寫，成個聽就我你成個你困特別 not quality sleep 嘅。我諗阿咪，是唔是啉叫佢咧3 in 1個 B，3 in 1個 B 嘅講是冇好。唔是，我冇試過3 in 1嘅 ，even like 個 B 我啉了啊，成個阿妹愛困啊，特別成個未講 deep sleep。未接邊，佢有白照困咯，呢只個 light sleep 咯。有一道我啉個 B，迄個正舊嘅，你 Timothy 嘅個 B 啊，我啉了啊，我36點鐘未困啊。喲！我冇啉個 B 嘅，我dentist伊 back 伊排隊哦，伊嘛好一個 complimentary 夾啦幾隻 Timothy 哦，啉迄個個 B 啊，我未曉嘛解，因為我愛下面細所講 regular， 我啉正好啉啦。我裡面我係先自己跳，然後我36點鐘冇困。以後攞住個 shot 我本 A 36點鐘嘅，是啉咗困啊，困是困，但是上講嘅本 A。骨頭我自己 A 啉先，我 A 啉先只 double espresso 嘅，嗰時 A 困嘅。我那時本嚟講揸 steady 就是正價，但係本嚟諗過 M D 咩？有時 double 咧嗬，哎呦，計冇大沙，所以 triple 嘅。啉個 B 都係關事嘅 ，caffeine 都係關事嘅。哦，我啉小姐咧，我啉小姐咧，我本嚟係困嘅啊，我啉 double espresso 本嚟困嘅，困夠裝嘅。最主要係啲幫故事係咪嚟？要 coffee 要摩卡波，我Aeropress， 即係Aeropress，運咗啦，係捷歐呢，即係捷歐嘅，即係法林嘅，法林俾啲落啲嘅，即係用 Milo tin 做嘅嘛，即係用 Milo tin 做嘅，即係法林嘅嗰邊，你攞起個邊款你那邊就平。那邊用牛奶糕嘅喎，較好啉。啊，用牛奶糕較好食啊。特別滷蛋個幫死啊！一轉入跌嘅轉入股嘅。蛋個幫死。煎一版，佢哋用佢哋係佢哋咩 egg yolk 啊，做佢哋。我出名。哦，你講成日你湯類嘅物件嘅時候，你講即係林南，係肉落去，所以coffee就甜。你係內轉那邊咧，攪起來，一配起來嘅，然後一轉咗嘛，你講係內轉嘅啦，冇內白啦。啊，講係內轉，你冇係內白。哦，特別你係到啲。好錯嘅咋？你睇到啲伊拗啦面條，我係相信。你睇到啲拗嘅呀？你咩意思？你打起來了，做起成個物件咯，伊味素。哦，成個物件味素。Im like 1 quarter 呢，係你。一隻 rich 啦，一隻 rich 呢，真係慢。我拿手拖。誒，我拿手好自家隻本。成個巴里松味素咯，巴里松。咱檳榔嘛是有係你有啊，係能夠係 butter 嘅。
butter coffee，butter 他那人是惊讲 bulletproof coffee 成日人定擺度做了。係咩是 bulletproof？ 係 butter 誒 ，black coffee 係 butter。做咩 bulletproof coffee？做咩 ？你會增加 feeling，所以你會增加 feeling 了 energetic 了，你會背咯。你未有，你未知咯。明食未驚，你 just 食你個崩晒是直頭流出嚟呢？你個魚嘛，個魚嘛，個 B 姐啊，直頭落。แล้ว你是 bulletproof 我捌食過我微爸我捌帶我去食即個我唔知係咪路啊，係你就 Julia Street 就唔知啦。我哋自己要點青色嘅邊係咪路啊 ？Greenhouse 啊，唔是 greenhouse， 我意思唔知邊要點是邊咩意思？即係成日講咗咧，喂，你自己 Julia Street 啊，點解邊有隻 Julia Street market 嘅時候就 Julia Street 咯？呢隻 Campbell， OK，Campbell 是叫咩學嘅話？哎呦，神啊！你未記起？稻筍呢邊啊，有時去稻筍啊，係你攞攞要借辦山咧，要備，特別人嘅 alley 哦，特別我唔知其實我唔係講嘅準啊，其實我未記住大陸啦，是講伊要坐我去，迄邊要攤伊個邊啊，是伊個一格嘅巴德到底一個邊對面嘅，係咪？係你叫 Campbell 唔是叫咁裏邊啊，咁正啦，啲咁嘅正啊，咁就係 bell 嘛，咁正嘅，咁正嚟啊！哎呀，裝下，但我穿我件嘅衫時，我面跨較肥，我第一穿較當嘅食嘅衫，我面跨較散嗬，哦，即係咩數我知啊？你我係件嘅衫 ，Photoshop 嘅數，不，我係件嘅衫，一拍一關起來，我係面，所以我係這邊我係面嘅啲 shadow 冇㗎啦，去，你看我係關是 shadow soften 去定，夾意啊，夾冇 shape 冇形，當見看就看得成個山，對，先正是嗬，誒，講到啲個邊，講到啲嚟個邊。你唔是嗰邊啦，嚟台灣嘅使，你都發現咧，即係個時浪，個了只隻人冇是跟念嗰邊家己嘅啦，浪。年年特大嘅季節路線你咖啡開啊？是哦，搞咯，當劍。其他件。變嚟計爽咧。係咪數？等我俾聽下，我俾聽四百九。琴晚唔是講俾講廿八麥爹咩？亂嘅你登性啦，自拜你。我未聽四百九，我未聽四百九講，四百九做咩事都冇事㗎。我想講有念嗰邊也是第是冇需要安尼 atas 嘛，特別有去 cafe 像買安尼買啉嘢第也是嗰邊安尼貴，我當然咯，我唔願去媽媽店，我。去到嗰邊店嘛是媽媽啉只看，特別 coffee 冇聲，唔是需要貴嘅咋，一個幣是貴嘅，有影是真正貴啊，但係有貴人分我誒，怎麼攞每人最人知講做咩屬於個幣貴？伊貴就即係伊唔是要揸少貴了，有你個幣是。參照咯，看過正哦。因為 import 話馬來西亞冇個幣嘅。誒，我睇先，我就數啊，因為冇辦機咯。係啦，我咪 kick 嘢，我咪 ban 你啊！買可能。我咪 ban 你啊！你陣間吹個講300話，我知道 kick 你啊！誒，住人 show 掉 copy machine。我是講好嘅嗰邊啊，唔使去 Starbucks 買安尼貴嘅咯。我第數個嘅嗰邊是 IKEA。IKEA 嗰邊袂歹，伊個袂貴嘅咯。所以 OK 啊，袂歹啊。IKEA 你是買伊個邊粉，還是買伊個邊？我有買個邊粉，有咖啡，有咖啡。哦，我是啉 IKEA coffee 啦。IKEA coffee 係一個 flat 咯，就是講一邊講係Actually not bad 啦，I mean
你無講成個 barista 你款做有 design 係咪啦？冇啦，我是嘅 cream 嘅啊，對，未險，未歹啦，未歹啦，compared to 一箍呢係你是 value 啦，你咩？18箍幾啊？你去，是你講你去嘅 cafe 啉咩？是你是 IKEA member 你打去是免類嘅。攞拗。你咪攞你知攞拗免類。你攞拗呢咩？這邊 PJ 你會使啉幾日咯？冇啦，要攞嚟。你講攞拗嘅費啊嘛？是咩攞拗呢？我唔知。我俾個別款。我俾個別款。特別攞拗呢？你攞個別款500 gram，但係個20幾塊呢嘛？啊，20幾塊18塊9未記啦嚇。哦，20隻辣乜呢？20幾500 gram。最每個標你係疼，最每。我每攞拎個標係疼咯。冇啦 ，depend 啦。我係 cream。你是愛幫疼嘅 ，depend。我係咯，我係 cream。你我今日就叫你。冇想嘅包。所以是 blended， แล้ว即係你個別係好咧，你咪你single origin 嚟，嚇single origin 呢度冇係同哦。single origin 嚟講，誒個別啲隻好隻胖，你計then 係咪半晒氣？係咪半晒氣啊？The right temperature and everything，咁樣都未係疼嘅掉。係咯。特別我在或者我對件事讓研究個別人坐去集。我未啉，我是愛啉條，我啉條不啦，我心跳跳得快。你心跳是唔是食你 instant coffee 係你 net to fair 啊？冇插我食咩個別，我咩心跳嘅。我啉咩咧紅色嘅 label 嘅未啉咩啦？佢哋我係咪個別嘅了？我啉 green tea 我心滿跳嘅。啊 ，green tea 我誒啊。你啉腳快啊？你我冇。喂，等陣，我就淨能講，我唔就能講咩？你是我是平常時冇啉咖啡嘅人，完全冇啉咖啡嘅。你是啉到咁靜耐啊？咩咁靜耐 ？OK， mute。你掉彈啦，掉彈呢種。OK， 我 mute。你那是都係啲用佢啲 contribution 啲 point 啲用佢啊，都等佢出住 one point 呢。แล้ว看你要不要買啲時間嚟講嚇，你會？我想問佢哋有研究個別人啊，等下有個粒啦，樣 barista 你去啉10幾塊之後，伊甲你講嚇，你講佢個別啥水水啦，伊講我是安尼款嘅，是愛水水淡薄嘅。冇像 pressure， 冇像 temperature， 冇像。acidity 個冇相，一塊嘢 rose 啊，acidity 條關，要教講是教嘅巴黎西教講嘅，依個唔做，呢個是個 acidity 就 acidic 啦條，一是 fruity， 係你時間聽。哦，等陣我會問啊，咱就直人講，我會問就使，你講水是伊嘅 characteristic 啦，伊嘅即按照講伊嘅色 characteristic 是叫咩啊？阿龍。伊人嘅伊寬啊，阿龍是寬起啊，冇啊，一啲笑了，我這啲正揾咗寬，我不確定哦，一啲笑了啊，就講，一節啊，定一節一個比節，是一節哦，啊是唔是一寬啊，一個比寬。所以你嗰陣時應該講，特別我唔是講嘢整喎，我當唔是講嘢整，我當時講啷別講成個啦，啷我唔是講整一整是做嘢，你看我是講伊 characteristic 就是講伊寬伊特別嘅寬，伊特點咯，嚇，特點，伊安怎有即特點咧？嚇，伊就是我是提示伊圖安怎？對，特別啦，袂講到嗰邊嘅時，我是別講伊特點是有無相蝦米，你想啉掉個別是有啲是蝦米特點即就使講就係話，水是水做。水一叫做 fruity， 就是講有成個果子味素，因為果子 citrus， 有是 citrus 是個柑啊、橙啊，種水嘅咯，然後水杯叫做水杯，嚇，對。
你伊水尾，特別佢裏面成個上水啊，無好啉起了。你無暑假咯，那邊是無暑假你鬼子嘅，我本身是無暑假水。你講伊人講都無暑假水嘅啦。啊，所以無暑假水。佢再解講嘅。對，當然我就是要梅蘭咯，你都不會曉研究，你個再講又無相看嘅特別誒即個，他們點啊，點。特別有無相嘅一個比嘅迄個roast 嘅咩？一補叉叉個別叉，有light 叫做咩 ？light 叫甜，然後有甜嘅。甜就咪是講一叉還是一叉個惡啦，就是較重得較惡嘅個別啦。OK，所以一叉個無奈甜嘅，就是較 light 啊。OK， light 嘅 acidic 我個感覺。都拉咗 acidic 嘅㗎。哦，食嚟講嗬，即係dark roast嚇，即係惡咧。你係南嗰邊，本地嗰邊咪是？你是只惡，係只惡對。你知咩事？你知咩事？我是只平常時喺南嗰邊時，我心較關事，我心較無咧跳。誒，你拿叉伊塊邊拿少去嘅掉。就是啊，我聽人講你拿light，你拿錢，你炒較無那甜嘅嗬，伊個高比子啊，伊 retain 嘅 caffeine 較濟過，伊炒較久嘅。你 usually dark roast 嘅高比嘅 caffeine 較少嘅。我啉可能個標先。伊唔是，伊 temperature 愈懸，伊嘅 release of 伊嘅 caffeine 較懸，較濟。伊 release 冇嘢。創嘅事。你去吹看，就是 Wikipedia 吹看有影，我不聽過啦。我 computer 當叫我 processor 就滿啦，所以我未去吹。我 process 8% 呢，當叫我嘅 crash。我 actually 去 one of those barista class right， 我去一當個別記個了。哦，你去學啊？我去啊 ，like intensive，not intensive，like 一個 lesson 啊 ，like 一假如 the roasting 係咪個了 ，and then how to appreciate the beans 係咪了，一假如。安怎啊？你嘅邊來看呢？悄悄呢啊，咁樣。假如 appreciate 佢一邊佢一 shape 嚇，你 from scratch 假如 from scratch 嘢佢哋來一邊是安怎樣做下面物件，安怎 release 嘢下曬下面個了就好頂啦。阿 John，伊個 caffeine 嘅 quantity 個唔是看下伊個 bean 我做講characteristic，唔是看下伊個 bean 啊，伊是看你安怎煮伊個 coffee。lu nasi kana yung filter shit lu nasi kana yung filter niya carbonated coffee press yung cafeteria kana ibu caffeine用咗你前日隻嘅。lu nasi yung tampo pressure lu nasi yung tampo cheers ika jeju lu nasi yung sangka Italy machine 做，我大媽我好快啊，大知啊。大媽攞啊，應該點我冇看到。佢哋是15 bar，12 to 15 bar pressure。因為我冇看到喎，你使從去看過你 live 是大媽冇看到。大媽亂 mute 嘅時候。我特別鬥啊，我買 iPad 啦，我其實決定啦。然後伊嗰陣時用啲 espresso machine，然後開架嘅。OK，所以你看你按照泡一個標本啊，你那是。你講你 water temperature 真係 important 呢，你唔知過96 degrees 嘅嗬，伊嘅嗰邊個 release 真係出來啊。用 electric kettle 嘅時候，我完全看到伊配出嘅時候，我冚嘢也開了。然後我這裡啦，這可伊嘅湯嘅出街咧，我用。係咪別出？一邊咧烤下。伊玩即個是 stove top 嚟嘅咋？你係多，你 campfire 冇用嘅啫。你去 camping 啊？這裡你伊個 call 出來嘅真係啫。你是唔是拿古呢？意大利啊，這裡是意大利，但意大利嘅醋啊，有嘅。有這裡。這裡 brand。因為你就是講你拿古呢拿這一道。你到那關古尼那隻伊個比整對出個隻，你袂使煮個比滾搞個滾嘅，滾了是無好食啦喂。你是講無好食，咁還是伊個比整嘅是伊個味素。caffeine 或是伊個 taste。taste。
所以咖啡冇清茶。percolator 咧？即呢度是 espresso maker 啊，即呢是 percolator 咧，成日佢哋 coffee。哦 ，percolator 你係你咪是灌夠燒，係你。係你是用安裝嚟，pressure。我佢哋佢哋做最貴嘅事咯。有哪罐有哪罐你啲罐。係你是 drip coffee 呢？冇幫行嘅。伊 pressure 本來是 espresso pressure 我做這樣嘅咯，100落嚟，咁啊，100落嚟。伊冇 pressure。啊，冇安尼。之前我看，但我冇看到啦。只講講話，你別那是你開時我都未看到咯。之前我看 drip coffee 是幾？冇，但我做啦，係你 drip coffee 啊，係你啊。我特晚我看到你，特晚個你講另外一個人。嗱，阿 John， 阿 John， 你聽到我未？等下，等陣我開我係我 spotlight 你個人快掉。哦。伊個是 espresso machine。即 espresso 是伊出一隻隻 coffee 出來啊。然後伊個咖啡精要出來哦 ，caffeine 咖啡精要出較濟哦。伊個 caffeine 要較懸咯。應該是啦 ，espresso 正懸嘅嘛。pressure 懸。呢個夠咯，其實就夠。然後伊個 water 正少呢嘛。哦。水用正。哦，即係頭路即係擦係你古靈嘅嚇，係你古靈嘅嚇。嚇。對。steamer。泡隻牛嚟嚇。哇 ，demo。泡隻牛啊？嚇。對我覺得。demo 嚟。誒，摘上佢哋啊，叫咩？冇，即係 sponsor content， sponsor content 啊！我講，哇，呢個，我半段死。哦，你真英啊，真英死呢？我看到喺度。跟那伊我不要叫我咪別記啊，跟那迄死呢，真英死呢。我是用 capsule 嘅咯。你哪講啊？應該將你 narrate。你當係一個標準。當今即是伊就 temp down 伊個 coffee。哦，無限解，即是伊 coffee 哦。伊應該。伊好。或者伊變成伊。哦，所以你字可以按。伊對於 KL Paris 都嚟會啊。啊，你字款可以按啊。嚇。compress。了。了，你查到啲哦，用嚟收起來嚇。收起來咧，伊就熱水就攰到喺邊啦嚇。伊條按。特別都你揾得線咧，就都係出來，你唔係拗。等陣，伊係樓卡嗰啲拗內。哦，好，我都可以咧自拗。伊 single shot 是 double shot 嚇。哇，伊拗咧。哈。我就會俾特別計變會咯，espresso。你看你特別用嘅咯，你特別訂係咪啊？你訂一拗嘅位啦，哦，你是訂經看要出咗隻水對唔對？我是single。哦，等啊。等啊。哦，攞冰出嚟喎，攞冰出。即係做 single 或 double 嘛？哦，你講我特登就要 office 啊，靠個 B 我話，即係佢哋 office 嘅嘢嚟嘅。伊 color 越嚟越淺呀，那個伊個鼻嘅了路。誒，呢度啱嘅。淺你嘛，伊越嚟越淺嘢水。你最 setting just black coffee 哦。espresso 啦。我將你 machine 係點啊搞了？做咩事誒？伊個鼻佢頭flat 了。安怎你知？冇佢嘛？冇配啊？哦，冇。在啦，在。個 cream 啊！伊又冇鋪嘢古靈，而家冇做 preset 都看。哇！哎呦！我呢拿 ice cream 都變 avocado 啦。OK。感謝。誒，即係等我俾看睇零頭毛，伊成日伊直到講物件無論講啊，零頭毛咁樣咧，啥物事講伊部定估我定估到新加坡 better， 我定估到新加坡，聽我講聲，我定估到新加坡 better academy 去學過 style 嘛，我也 beginner 嘅 cert 嘛，baru 我 in the in between 去呀 intermediate 了 ，but because MCO 我未對新加坡呀嘛，係咪你講咩？做 Starbucks 嘛？我哋面對新加坡嘅，I think 佢有。我有 cert 啦，我 cert 嘛，我係 barista cert 嘛。
，Macallan 我叫做 Macallan O 嘛，我叫做 Macallan O 嘛。Macallan 講掉咯。令頭我講特晚嘅時調，我冇單和依個 pressure head， 都冇單。哦。做 demonstrate 我平常做嘅時，我有較謝 grade 嘛，特別我冇應該將我太緊張嘅事了。啊！我開嘅時我係，因為有冷單。我點嘅時我都。特別，你是講你那是可以教做咧，是一對一定年嘅你一人嘅配呢？啊，一個 kit。crema 是唔是一配？那是。白啲，即係你是做我今日做 double espresso แล้ว我做意大利人講 lungo， 所以我學對出。我做一 lungo， 特別即係 double espresso， 我未使係看你隻水。double espresso 是 double 攞杯依個咖啡粉係叫 double。啊，你睇到我用攞 scoop， 係你是 double 嚟。哦。你聽我講成，你咖啡啊 ，supposedly 一 drip 嘅時，會成個 honey 嘅色嘅，一 drip 落嚟時，會成個 honey， 成個別糖嘅色 ，golden colour，對，成別糖嘅色。然後一被佢 spin， 一個頭會被 spin。你係開對咪頭，係咪頭？頭會對掛嘢個邊啊？個咩啊？pot head 啊？鋪 head 啊？嘢鋪啊？嘢咩鋪頭啊？鋪頭啊？係咪物件？你當時講係咪物件？大陸依 machine 啊，是依度。對 machine， machine 一 handle 嘛，一 handle 嘅頭，一被開咗對。哦，一 pressure cup 啦。OK， 一開咗對啊，可你掛一。spin， 伊有時伊 spin 伊會亂掉嘅啦，你袂曉看咯。伊 spin 要水無啦。spin 係咩意思？伊是伊水胖嘅，伊水轉面轉啊。水胖伊個邊水轉嘛，伊轉只嘉陵巷嗰種嘅嘛。哦。你按照你當今是要讀做個邊，特別我唔知講 barista 特別 certify 啊，我唔知。有嘅啊，冇啦，你做 Starbucks 嚟啊 ，Starbucks man 啊，或者你是你家己興趣嘛 ，hobby 嘛，咁嘛對去學咯。有 certification 呢，伊兩個 World Barista Competition。我睇你心啊你。แล้วเป็นหมวยก็พิจิก็ male กับ female เลยมาเดียว有啦，有你叫做有你是硬咯，有你變硬，叫咪講。係咪是有影伊個即鋼牙寶嘅個鼻子啊？咁經出來呀 fruits 係長嘅了，有鋼牙寶嘛？哦，了伊個指鋼牙寶有青菜啊？有一個有喎，聽講，伊經出來喎。伊條係咧啊，米香貴transfer 一波嘛？係成喎。特別伊個味素無相嘅咩？伊個所以你鋼本成指寶本成指是講鋼寶嘅指無相啊？應該是冇嘅成指啊。嚇，特別鋼嘅滷裡面係硬啦，冇嘅滷裡面好啦，見嚟講。古靚嘅是做嘢水嘅輕嘅噃。等，你講鋼寶講無了個啊，拍鏈豆你講咩 ？Sorry。我頂多唔知睇佢講，伊個鼻子有鋼架寶嘅，呢個人經出來，鋼嘅是較少，寶嘅較濟。哦，你是講較泡片啦？寶嘅伊個只有 differentiate 嘅鋼架寶嘅。哦，我聽過。即係有影哈，來 ，OK， 個邊有半幾種嘅嘛？一個是什麼樣邊啊？有名Arabica， 有隻是 Robusta， 係你是鋼牙寶啊？你咪冇做手寶啦，唔是鋼牙寶啦。你人講就鋼牙寶嘅，人講就鋼牙寶個。你講下講鋼牙寶，鋼牙寶講咩嘅講？ OK， 鋼嘅應該是加鹽啦，冇錯啊，未曉啦，即係冇半鋼牙寶。未曉就學別人講，你別講乜嘢未曉。未曉學你會曉人講。你會看出嚟啊？就是未曉咯，梅亂咯。我成日講，你講係咪乜黑鬼？冇，你看出是 Arabica 是 Robusta 呢？即係你是 Arabica？ 哦，你看未出你是鋼牙寶嘅。你就知啊。你 Arabica 係咪 Arabica 係你是伊個整曉？伊個整啊！
然後要個關山嘛，個關山個我。你看到得罪會知啦，老實講，你個所在人都知。Asia 是個就是參嘅，往 Malaysia 啦、Thailand 啦、印尼個了去參嘅。แล้วอากาศสีจดจิตแล้วอยู่เซนเจเนอรี่นอจังเนี่ยอาราบิก้ากับมีโรซ่ามีแล้วกูบาลูกูชุนจิเลบาลูกูชุนจิเล唔知是ตัวโรสต้า會生出來唔知係洋整執整樣呢你講咱馬來西亞是執整啊你講咱嘅冇啦馬來西亞冇執整啊咱嘅是你講 generally 個鼻子有นอจังเนี่ย一種是อาราบิก้า一種是咩我聽唔到。沙種咩唔知咩？你講我啲名，我冇聽到，我唔知你講咩。Arabica Robusta，แล้วกูจะจ้อง嘅เสียง hybrid 嚟嘅，係 from Robusta 會出嚟嘅。Robusta R-O-B-U-S-T-A 啊。嚇對。like Robusta，成個 Robusta。哦 ，Robusta Arabica，แล้วน้ำ平常時係淋高比是係咪？係你是執整嘅咯 ，Robusta。Local coffee。Local coffee 哦 ，local 是叫 robusta 本啊。像有你看啊，有你 brand 咧，有寫嘅嘛，有寫 Arabica，係個講啊，有你寫 Arabica 啦，我唔未使去相信，未使相信，因為伊 roasted 啊，伊 already overburn 嘅有你。誒，一請問嚇，你人若是講你安怎？那麼你講 robusta 個 Arabica，伊個無相是啥物物件咧？伊摘嘅發無相，啊是啥物嘅無相？伊頭個尖。所以你看伊形本無相噶啦。伊 body shape。Arabica 嘅形個鼻子較一個圓咯，一個尖咯。較尖嘅是 Arabica。OK，แล้ว robusta 是較圓嘅個鼻子。較圓嘅。特別已經當今是有參整嘅冇有啦。有參整有了誒，然後 because 巴魯 coffee 安尼一 brand 嘛，安尼一公司，然後安尼一無相款嘅人做，發明出啲無相嘅，無相嘅 roaster， 然後無相嘅barista。OK， 裏面你感覺無相嘅咯。แล้ว伊除了伊嘅字嘅形無相嚟講，伊是伊無相嘅 species 無相嘅種，而家係是用特別栽到啲無相所在為本，就同我講。無相嘅 species 啊，無相嘅招，無相嘅做法，無相 method，加自己怪怪。啊，講話，譬如講。OK， Colombia 咯 ，Colombia coffee， 然後 Colombia coffee 是屬於係咩咧？屬於Arabica。我屬於是屬於 Arabica 啦。Arabica 啦，個最多邊樣啦。然後像Indonesia 你阿咪有kopi luwak 哦，上出名嘅。係你本是 Arabica。係你是 Robusta Arabica， 伊是西嚟嘛？嚇，啲花大嘅。等陣，即係零頭模伊隻 ADD 嘅伊頭殼，所以伊講話冇 system 嘅，所以這邊講，下邊講，所以我特別鬥殼超，冇鬥殼超路啊 organize 人聽嘅明白，冇同樣講，就我講話咧嚇，這邊下邊攞餅，嚇這邊攞個，嗱這邊44嚇，你看你是講話嘅，所以我都 organize 啫。等陣特別你後邊講嘅事，我就是線椒嚟喎，貝啊，咩唔是貝啊 ，butterfly 貝啊，是哦，你是貝啊係？你是貝啊對，誒你買唔掉？聽冇？貝啊幾好啊？貝啊是康立啦，歡迎。康菲啦啊，講字康菲啦。好，我是名貝呀。你頭一擺嚟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對，頭一擺嚟。啊，歡迎！你幾時隨到邊度學嘅呢？我是早幾年前嘅時，因為真 curious 嘛，我諗邊咧學嘅咯，因為我講見到新加坡，所以係咪說無相咧？我個聽明白伊人講嘅物件喎，咁嘛 curious 咯，大看咯，了嗰陣時看到 Google search， 如果是頂嘅，แล้ว大看。哦，大 popular， 聽啊，佢哋 podcast 啦。啊，แล้ว幾時有影嚟參望錄音啊？啊，你聽到是到邊度是做到落嘅呢？就到。吉樂東 ，OK，
冰壁冰壁，歡迎歡迎歡迎。邊搭車咯，แล้ว過嚟個見到新加坡咯，咁謝咁謝。歡迎歡迎。แล้ว我當然講到啉咖啡啉茶啉咖啡啦嚇，你啉咖啡啦，我平常時啉茶還是啉咖啡？搭大節都俾啉，冇啉未用。啉茶還是啉咖啡呢？咖啡。啉咖啡哦，你們是啉咖啡嘅人。OK，當今我哋講到無上正，我都唔知喎呢，字我都冇研究，我都唔知講過咩阿拉比加個你咖啡人嘅嘅，嗰隻是烏喎。哦，耶。啉茶嘛誒。嗱，就使。啉茶嘛誒。啉茶本誒對。啉茶一骨嘅個阿啲個無辣唔冇啊。我有一做一間都是啉茶。係咪冇嘢講？你一做滿是興啉茶。冇嘢，咪叫我冇嘢啦，你。冇嘢已經有人有名係啊。冇嘢是係你做明星嘅冇嘢啊，攞嚟叫成力 bless 嚟可能。係見來。嚇，係幾時來？嗰條冇嘢拎。嚇，嗰個冇嘢拎，對。那嗰條冇嘢拎。係咪？哦。誒，嗰個上嘅，等陣只看個就使。冇嘢拎，阿媽做叫啊。冇嘢拎係咩啊？石基鐵啊。boiling 是 crocodile 啊，mushroom 啊，即係咩？我啲 boiling 是石基鐵嚟啊，唔是啦 ，boiling 想 mushroom 只對你擦手哦 ，honey 啊 honey， 我想我石基鐵。誒，冇你 sorry，係 honey。你上面有冇我看個無上嘅就使 ？OK，即係是呢個泡茶，然後都係攞半段嘛，誒都用你แล้ว這裡好係白嗰啲嚇。แล้ว而且係 Yes， 然後全部見嚟啦，形式。哦，佔掉哦，你個咩搭配 ？Steeper 啊，steeper。我俾介紹位 out 啫，位 out 是 double wall glass， double wall 嚇，แล้ว計冷氣。對，แล้ว你見時你未燒。啊。冇得咩？係咪 brand 咧？你冇得咩啊？冇得咩？冇得咩？我有冇 double wall？就係連珠。唔是，你 brand 唔是 double wall 咩？這double wall 是特別嘅。Starbucks 係咩啊？Starbucks 是㗎。冇啦，即水嘢啦，即水嘢啦，俾水嘢，啉水即是嘅啉水嘅。先嘅嚟啉咖啡嘅，啉水。你同佢啦，或者講茶，我俾講茶時，我是有興趣啉茶啦。我當人茶，我冇時間時間啉。我特別當今這邊我是少啉當人茶，我當然是啉日本嘅 green tea。即係 is a good brand。哦，我做世界。飲啊，我都飲啊。得我看等陣。你能泡茶攏用係咪 temperature 嚟做嚟冇做飲啊？70 Celsius。你開罐咯。70啊。哦，因為嗬，我捌甲日本人白白做工過，所以人有學我人一個 tips 啦，就是講，你阿未泡之前，你先下淡薄 room temperature 嘅水。倒落去可以攝嚇，แล้ว你轉你熬咯，那是以 share 嚟講，你轉你熬看伊水慢慢變青，可以青正水嘅，你就可以起色嘅嗬。你隔嚟倒70嘅70 Celsius 嘅水落去，所以水咪倒掉啦。咪倒掉，你下掉掉。你做係攝年啦，創小水。你做攝年啦，room temperature 攝。大款咯，大款嘅嘢嘛。對，抹茶泡的。其實我辦法啊，我辦法。等，我講先。OK。嚇，但係日本this works better for 成個茶包。因為我古早做工嘅所在，雕壺啦，雕壺。嗰啲物件嘛。嚇，成雕壺款咯，是哦。你看伊出色嘅嗬，真水嘅度，真青真水，嚇，你個倒70度嘅水落去。哦。And 袂使上古嘅浸，就 first one。對。10 minute 夠啊。對。你隔嚟比嚟講，上古70度啊，意識無相。哦，我知道要 try 過啦。住喺邊咧亂啊，鏘，是啊。零頭我都未講未。我講我有辦法啊，啉茶都免去 filter 嘅，佢俾隻 straw 夠啊嘛。即我即 South American 嘅，即是 European 啦。
少。แล้วลูเบียเหรอลูเบียเหรอลูคุยใส่จวดอันริมอ่ะอ๋อ被疼的路对哦呢啲係咩嚇你介紹下這是yerba mate yerba mate 係對我講yerba buena yerba buena 是你 San Francisco 我哋所在你咩 mate 係咩你講咩啊 yerba mate 嚇yerba mate 是係咩物件代表呢是咩啊呢是茶咯South American 南美แล้ว未看到 sorry 啊較遠啦較遠較遠yerba mate yerba mate แล้วลาบิน用係咪做嘅咧？你 straw straw 是鐵啊你像是 glass 啊特別我吹冇 glass 啊冇 brass 叫做羹啊แล้ว等但係你啉嘅時你啉到只鐵嘅味嗰啲啊哦特別我講啦點解啦你被死啊แล้ว應該多阿拉嘅味我加阿拉嘅點杯嘛呢個是你大門嘅數啊哇你關點嘅物件แล้ว安怎死啊又最強啊要清嘅成個事等陣我有一個都等有一個成個邊啊我講你係一個 bottle cleaner 呢一個吹邊啊你吹那邊呢個吹邊啊整我都看我有一個安尼拗我這是 detect 會俾一直是拗來嚇一直拗來一直是一個看到一個坑哦下了伊水咧使安怎數哦成個伊坑叫伊坑細細嚟呢啉住嘅水你也甲袂佢被掉藤啦哦等陣好啊補充嘅我補充嘅等寧頭冇等謝OK แล้วแต่ว่าช่วย camera ให้เขารู้แล้วก็กล้องโอเค寧頭冇講 OK แล้ว我用嘅這是洗嘛這是 bottle cleaner 呢洗邊啊洗 straw 你吹啦邊洗 straw 掉你使嘟落去แล้ว你看伊垃圾嘅面潮咧伊嘅白皮แล้ว佢咧轉咯插接插出咧我知啦你去見แล้ว插接แล้ว你掃時伊有一啲無插咩拗本好啦你但係行落去嗰時你對成 straw 度啲嘢慢慢掃完可能你就等到久誒，你就可以出味。出味我感覺伊一個泡咯，伊一個 form 咯，白色嘅哦，配啊！你講係配係出配啊？配，就白色嘅配。哦。然後你會煮啉煮 steam 嘅咩？哦，要是只咖啡酒。要咖啡呢？伊你啉了你歡喜嘅咯。我話講嘅。yerba mate 啊。講呢講爽呢。有少少咖啡呢。有咖啡啊。然後啲South American 有時會係 marijuana 啦 ，marijuana 咯。marijuana 是叫做咩？ganja，唔是 ganja。ganja 啦。是 ganja 嚇 ，ganja。shabu 啊。ganja 啦。咩 shabu？ ice 啦 shabu。我揾下叫 shabu 嘛，明唔明？哦 ，shabu 是 ice 啦。我想是只攞 shabu。我就換下西沙，冇上啦，西沙是數你混呢。No 啦 ，dam。shabu 是 ice，crystal meth。哦 ，crystal meth。哦，我都唔知。OK， 我咪講住你我哋啦，我講我對茶。來看到對茶啊，小細。這是乜茶？半大人泡茶嚟啊！半大人，係咪阿仔？這是狼。一嚟沙 filter 啊，你好，人哋看，你開啊好，แล้ว你係你แต่เหี่ยว落去，แล้ว你冚起來。哦，成個尖頭呢？哦，因為個 B 嘅 filter。我就是用這啊。尖頭。輕格呢，跑輕格呢。哦。我點俾對唔了，我對住嘅時我俾500包。你是大嘟咩？大嘟。哦，大嘟對咩？哦。一直抓你有？一直抓嚟，用了電話架係冇？啊，對，用咗電話架。然後這裡我用你知我用做咩？你知我用做 cold brew 啊。
個 B。cold brew 是講咩？零泡創意แล้วจิ้ม水嘅。零泡。還是จิ้ม成格。cold brew 用類 French press 嗰啲啫。對。唔係，即係時間方便啦，係攞條上係幾時？特別我見依個比賽會走出嘛。淡薄走出嚟，碌加嘅時都買加呢油咯，買加呢油。哦，你混買加上油。你真好用。做咩數？你做咩做咩數愛做 cold brew 咧？做咩數？What's the difference？一本教一本 strong。你若是講你煮物件啊，你係真正啊，下面物件甲了落去啊，了你煮湯啊，你肯夾起來呢，正正硬嘅。spice packet 哈，有 spice bag 哈。你若是係你 lavender 紙啊，了你係啲你 drawer 位啊，你嚟使用。那隻香我嚟 drawer。又好用。大媽講就對係你你講個 B 我講你用零泡零 cold brew 零泡你被泡被做零泡是因為你杯伊個咖啡精特別個買上當咖啡味你對做 cold brew 對唔對？有都叫我零。於是係落去一浸水咯，浸冷水啊，然後較少我產生度啦。冇即係人是買一個用一個一項物件哦，對面係生嘅嗬，生格滴掉來，然後一櫃嘅咖啡機，然後變做那個甲泡嘅咖啡咯。因為佢冇香呢，甲平時咱用做水泡用佢冇香。伊是香啦，特別都特別單卡酷，冇那 strong。冇啦，伊無香 taste，伊 taste 較 clean 咯，較無。伊個冇那 acid 啦，是講對，冇那 acid 對。因為是 I think 泡是冇咁那快，上加你就單，你就係煎只久。嚇，一點鐘。我個感覺到伊成個係零水了，係落成都貴咩啊？盡量貴咩？我個泡是貴咩？誒，了一個冇呢隻 caffeine 咋？這樣未出來，嗰是伊。冇 heat 嘢數嘛？我想講你看啫。你怪我係啉 ice coffee，特別我未啉係嚟 dry coffee 嘅啦係。冇想 ice coffee 會出來。你知咩事？真是 ice coffee 啉，你一生後大溜伊嘅 caffeine，所以你啉較濟。你上一後有酸嘅，變做一大溜伊嘅水伊個咖啡。特別 OK， 我都講到啲係零泡是你是伊個咖啡精較少，我唔知，其實我想講伊咖啡精較濟。少人佢冇做嘛，用做伊有。做伊做伊拖伊咖啡精出較濟，特別我是感覺到。我冇啉 cold brew， 我本是尖條嘅，特別 cold brew 我屬個伊成個較 good 嘅呢，伊成個較 smooth 啲冇得食。係是咪叫 cold brew 啦？你屬個叫做 nitro cold brew。對。不，我想多出泡我冇 nitrogen 嘅，特別你伊冇得食，你在啷啉咖啡時，我當時要食杯啊。tart。伊唔是 tart 喎 ，tart 是就冇水杯，即是伊攝成個。攝咯，伊成個。面是 tart 是大家睇呢，連睇是係你是。John，你冇係唔知你係 tart。大家類似呢。Mitsudashi。冇 tart 是我是 tart 呢是水嘅，冇。tart 是。水是sour。特別冇。fruit 特別。啷個轉叫攝嗎？攝，不過等你咪講攝呀。tart 是攝。Actually，它是攝嚟啊！你特別你講成個 tart 是攝。哦，我成講叫咩啊？我成特別我是叫攝王師，我講未出啫啊！話你教我講攝啊，樣就是想到是攝咩？我 try 到每樣個攝咩樣講tart as in 水，特別嗰隻人講 sour 嘅人冇，嗰隻冇講水嘅。tart 是成個黏住嗬，黏。對，你是叫 tart 咩？我是叫 tart 本啊。It's tart, yeah。我是叫咩？你阿毛我字叫咩嘢啊？伊成家是叫攝。我頂知不教阿毛講過 discuss 過。
你阿毛朋友講，你攝小啊，上家你啉下是食物件，你都有伊個安尼款嘅對，無，你成日講食香蕉啊，無食嘅香蕉，你食啊你隨攝攝。哈，你就是撻來啊！哦 ，yes， 我想未記你字 ，OK， 看你 ，OK。Alexa， 我是講個 B 哦 ，downstairs lights on。After taste， 係咪 after taste 係咪嘅 ？After taste， 就是講你啉個 B 落去啊，咪你啉半水白水啦嚇，然後啉咗落去，誒，你吞爛時哦。哦，撳杯伊無想伊無想誒，你味素出來。哦 ，after taste。所以有 texture，伊個邊未 flat，有 texture。或者你咪是安個 flavor，會你個杯嚟是伊慢慢變呢，伊慢慢變呢。你有 nutty 嘅 flavor，伊無想flavor。哇，你對咩啉個杯都想個巴士啊？你咪是？冇啦，你估嚟你咩咯？你突然之間你咩好？伊就講你介紹你就知啊，我都解。係咯，你啦，你泡㗎了，你泡㗎了無想嘅，and then 你係啲白罐水，你成 taste 泡 test 呢？你會記嚇，了嗰日時你啉一錘白罐水，你 after that 你個再 move on to the next one，你啉第二後，即係點樣？你個再long後。แล้ว嗰一時都梗係啉第三啊！你當然會記講哦，伊味素無相。By the time 你啉㗎了，咪是你 KO。冇啦，啉絕對嘢啦，你咪啉㗎了啦。36點鐘未困。好似一禮拜未困。我諗你舊嘅啊，我感覺我頭殼啊成創掉啊可能。哦，伊會創掉可能。啊，了你先就實條，你頭殼其實係開花可能。係 blood pressure 能夠好猛烈。你感覺上家是開花，我未好解釋啦。你感覺上你頭殼上開起呢，可能了你先跳啊。都以前講到你使做，伊腦噗噗呢，頂。伊腦噗噗。啊，但係卡嘴條妹。我係每樣物件，每 professional 嘅就使，你攞啉冇啦，攞你泡咖啡咧就功夫嗬，你就迄個 capsule coffee 啊 ，espresso 啊，攞咁簡咋？OK， 我啉咁樣，特別有人講係 coffee 嚟喎。因為我是講你個 B 嗬，Ili is very good. Ili is very good. Ili is awesome. Yes. Ili 好啉。Ili is correct. Yes. 你是講 Ili 嘅 capsule 嘅 coffee 啊？個 B 啊 ？No, Ili is coffee 啊。馬來亞旅遊啦，知唔知？即是你就一粒 pot 嚟啊，成個 pot 嚟啊。對，一粒嘅。然後跟我諗叫 pot 叫咩啊？個 B 混粒。個 B 混粒。個 B 汁。個 B 汁別晒，個 B 汁是 coffee bean 嘅叫個 B 汁。coffee 粒咯，對。我是 coffee bean 啊，我冇用 coffee 粒嘅啦。coffee 刷，係coffee 刷。coffee 刷，哎呀，好聽啊！對咯，我特別特別 espresso。我嘛感覺特別按 espresso。一定，但乜咯？等啊！你講，但乜講 capsule 學嘅話講未 ？Long idea。coffee 粒啊。coffee one。coffee one 對，one 好聽啊 ，pot 是 one 對 ，coffee one 對。哦，成個紅色 one。因為古早我 suka 佢哋French press。嚇。特別I say 上條俾 say 啊，伊比賽嘅了係喲麻煩嘅，所以叫俾嚇，แล้ว俾一個 Dolce， 特別個 Dolce 伊 pressure 個冇夠。嚇，伊 pressure 冇夠大嘛，所以 I think espresso so far 是第一關嘅19 bar。誒，係咪 pressure？我明白 pressure 個 pressure 呀，泡個。所以 coffee 出來嗬，及香啊。哦，依家搞係咪？英國更 show 出來嘛是 on pressure，知，就是 pressure 一 lock 起來呢。哦，冇感覺。Stop，意思 pressure。我記得我就只個 B， 我就只嘅。呢個話一隻好潮啦，呢個，佢係最呢隻，一個邊款係點去？你一做咧嗬，一水走出來，一炒佢對，你水滾出來，摸到啲地面，一落去一個標。一段一地起來就係水段一地位。哦，對。而且這種日本就屬於誒每一 method 叫做細分咧，
啊，7分唔是很追出來。7分。伊追起。有伊你成日聽咩？佢哋第個叫做咩啊？摩卡pot。即係是達達嚟一隻。用我嚟搭本豬死就別睇就，即係別睇用豬上嘅。誒，這是裝嚟，這是裝嚟，我冇學過。新椒嚟啊！冇等等。哦，冇等等，冇等等啊！拍壞隻，冇等等。你講咩曬嘅？你應該是 set 掉嘅啦。rotate 呢個琴rotate 啦。冇等等，唔是小狗逼嘅人啊？我把呢個當更呢。哦。我哋做睇個廚嘅咩？我他媽本地我是，你那個學生我叫零嘛，然後佢係是有淡薄數，然後你知啦，我係特登有數呢，我特別親自下手嘅嘛。我別講，你都未學咗係要知啦，我看。咦，有蝦米數？我冇聽清楚。冇，意思對個廚了，一般都被 join 呢就找頭一個節目，有數找裝嘅。OK，去搞掂。你講做咩數俾曬下3本都冇講冇？because of OK， 我係嚇即係我買嘅時到啲意大利買。了。那個陣時，伊講伊係用嘅鐵呀。哦，伊隻係。沙本解啊。哦，伊隻伊鐵。沙本嚟知啊！我自己想啦，講你諗下對咯。有這裡成個 polish 個簽門嚟。最主要，我冇看到。做晒。用把路咩先嘅是冇？冇，幾廿年啦，我死，我老死一次水。哎呦！誒，但係你我看是得落回來，你但係你看就使看得落，就使得落哦。啊，你開起來。哦，等陣啊！你不用佢哦，哇！這成個係 kaleidoscope 呢 ，kaleidoscope 呢，所以薄 polish 嘅。你未使係 dishwasher 呢度 banana。一步啊！一步 because aluminium 未使係 dishwasher。係咩數啊？係咩數啊？一 reaction 啊，一沙本啊？一 still。係咩 reaction 啊？到底 ？oxidize 係咩？哦，你冇啦，即係silver filter 嗰啲未使有沙本嘅，未使掉啲咧 detergent。是啊，嗰啲唔係。我是寫少少一塊，你就係silver 其實係 silver 啦，OK，未使寫。silver 你睇下一磅器嗎？一步器啊。冇，係 because of no plated 咧，你用沙本一定價。But originally silver 嚇，有時咪 plated 嘅。著件味啦。嗰個咧就是一時上架 matte 嘅 colour，睇你自己好嘅。哦，本來幾辣咧。你用安怎寫咧？嗱，唔是用水寫檸檬。抓水乜嘢？用抓水寫呢，都別使用沙本寫。得啷時講見？是講用沙本都要用前一招呢，唔是講嚟前一結嘅沙本啊，用嚟清清嘅。我看到你垃圾，我未打，我哋擼喺出邊。梗係勤開嘅，我試過誒，出嚟擼緊係幾辣？依家係波背，依家係波背。你仲未寫，你咪到嘅。哦。誒，我未擼啦，擼你波背，就你泡過邊嘅，但係講你波背嚇，你大哥有名。我大哥有名。嚇。我叫做奇啦。波背。冇名。有你在有人超名嘛？攞去超名。是咯，我是唔係係名咪差唔多。係啊。這是阿花阿蓮。阿刁。我就係冇聲，coffee 熬咗咪是 coffee 熬咪是。哦，佢嗱裝冇聲嘅，但係冇 glass。哦。你自己點樣啉佢熬？我自己就係 maximum 令我熬得最熬。哇！特別你是泡，是自熬泡啊。我就講你問你嗰邊咧，借打包。是咩？唔是，你乜唔是對人嘅心臟好就好嘅咩？OK， 我是過來人，我是因為我開始嘅時候。你咪講華語，講我嘅話。嗱，得啦，你打咗，但係我冇聽到。我睇啲未見咩？真係唔係話。然後打就有一件韓國拍嘅試下，我都睇一隻就等 period 我哋做工嘛，因為我係談得不嘅嘛，你做我係 show，所以
我叫你咖啡做工，然後做工阿妹我家己做咖啡本啦，所以變到我特別點 test 個鼻嘛，個鼻本那邊叫做咩 ？So after certain period 啦，我係成個實地做工嘅時候，胃痛胃痛，胃發炎，然後我第一個係咧水腫，水腫，個鼻係水腫嘅條。然後胃痛，我在因為個鼻只 acid 主要。對，你成個嘢搞到做工嘅時 OK， 然後嗱，將你成個咧，個自己一邊搞到做工嘅時成個咯，一邊 process 嚟啦。對，所以變做我規成個嗰種自責看了就補嘢。因為這邊所在，伊內邊伊會消掉水腫嘅其中。唔知係咪物件啦？我你 size 物件，你興趣你家己 Google 下。你查條 A4 paper 嚟做嘅，你用 A4 paper 查條查條 report 啦，教我教你咁查。即係都好潮啊！我哋講完啦，咁潮加影片嘅咯。即係我有一個頭家，伊季節啊，我到拄着伊啊，一定都是啉掉一個 copy out 咗。然後伊真濟病啦，然後伊去找 doctor 啊 test 嚟 test 佢 test 未掉咗，即係是92年啦。然後你 doctor 安尼問看伊，你自己啉幾後 copy， 伊講伊唔知咗。然後我諗下解釋，伊啉過10後啊。because 我人做咁正長嘅嘛，然後我人啲算 because 伊特別去樓下你 kitchen 呢邊嘢嘛，然後伊講你 doctor 解講。你袂使啉過4後啦，伊無啉過4後啊，3個月爾伊病無㗎了。哇！3個月爾伊病無㗎了。我本是講我係testimony真嘅，因為我甚至是我舊年我對嚟檳城嘛，然後我對嚟檳城就留個馬路咯，然後我讀架一個 dance school 嚇，我做一個我解編一個舞可以學生去參加，然後佢係甚至咧我會聽㗎，我係中公人嘅 ，OK。我不當好似大家，我未安尼錄。未壓，辛苦未壓。一條直行，一直行成個你 period 喺你感覺呢？你把來個 period 咯，你來。我擺。嚇。我擺。一按，一直在按呢，一成個拔，一烘就拔掉，然後你拔到誒，嚇。而且我會教人叮當啊，我跳舞嘛，做叮當。所以嗰陣時我喺你學院跳舞學堂嘅，伊度同我講跳舞學堂嘅位，伊度同我講你係嚟 try 一件，我同佢講 I try my try 呢，我度見嗰時就係小巴，係我 try， 我好嘅，特別我企頭自己一頭同我講，你個邊你特別 stop， 邊啊落地喺你wheat 米見嘅啦，米見，dairy product。係你咧，你特別驚咯。冇係胖康，我係真係胖康係。我80幾kg，六加八六64 kg。嗱，地球邊唔是六，唔是講係山嚇。我命食藥，唔是我命食藥。你是雕康，但係雕康很白康嘅。我而且我做古裝，我特別跳舞嘛。我都在往嘅市南特登，都看往市南邊度在，即係做到工嘅可就冇天冇地啊喂。嚇，冇知啊，冇咩。冇知冇係咩？唔使講錯啊！使講錯啊！會使嚇，會使講。人識都冇做啊，小鋪都冇笑。哦，鋪都冇笑。誒，特別好一項物，你我上次個聽你講是去，就是講你看你電話係拍壞哦。我看到你較濟。你較濟啦。你聽我講嚟啊！唔係，我俾看你，我俾看。你看啦，一咁穩。我人俾假如嘛，你看到我假如人拍壞嘛 ，YouTube 嗰陣看。真呢？嚇，等陣，嗱，人計啦，當劍人計。我多羅爹。我多羅爹。嚇。off 嚇。人特別假啦，特別。了，恭喜發財！了，搞啦！我都看我厝啊，睇下一個花嘅水呢。什麼花？菊花。講花。對，真的很漂亮。了，那是啉茶會使有呢？啉茶會。OK，茶咧，有幾哪種 ？OK，嗱，種類茶嚇，因為尼古丁是較高嘅嚟講咧。咩尼古丁 ？caffeine 呀。caffeine。
等下講你咁樣就關你到一定買咯。所以有個人伊袂啉 green tea 嘅嘛，所以有個人你身軀袂咁把 green tea 伊袂啱嘛。搶，對啊，愛搶咗，伊袂鋪。你都問你，咁咧你就啉hibiscus 啊，是即係人嘅黑本來啊。壞啦。太陽花茶。Herbal tea 壞㗎了誒。哦，壞。我是講 hibiscus，我冇講㗎了。哎呦，我講 hibiscus 講㗎了。誒，你咪咁咯。green tea，green tea。我係食咗上百係啲嘢。三百係邊條啦？三百係邊條？嚟講。食古之整我，嗰啲食無路加殺味流氣嘅事，特別連嗰啲是嗰啲食好，我大致裡面你就多啲，就泡講嘅黏啊嗬，嗰啲事。我出去食硬別，你睇又別，然後佢哋冇有講，你是黏green tea，然後講green tea誒搶起格冷成股嘅 mineral 啊。including calcium， 所以你出去硬別，然後你骨你加硬脂，我唔黏咩？但係咁誒 ，enrich calcium 咩？你我個試，我個冇食牛奶。是等食誒，掉下咪別 cancer 啦，咪嘅啦。特別問講食到只啦，嗬，佢只擺嚟開啦，嗬。係了是 moderation 啦，唔係食嘢嚟食。你有刪掉。有刪掉啊！邊個？咱都大檔，你淨係愛水，咱都規隻鴨仔嚟當，你當唔死。係咯。誒特別好，我講我食 green tea， 人講食 green tea， 青茶啦嗬，日本嘅青茶。人講是食咧係散嗬，我點解特別不多油誒？我怎麼說？我特別食不多油嘅喎。我成日我啉 green tea 我特別多油誒。消化，做好消化。มันได้สั้นนะว่าติดเจียวดื่มแต่ดื่มทำให้ติดกระมี我俾佢佢เนี่ยค่ะ拜拜小哥拜拜我俾學489氣球嘛當見我人topic 是 cafe 啊是佢特別咩啦？唔要緊啊，使人接個飛啊！你講泡地咧，唔係講 cafe 啊。489呢變學489，你嗱變學嘅呢 topic 嗬，冇 into topic 誒，啱啱特別係 topic 誒。inspiration 八節嗬，八節我講個叫我叫 cafe 學嘅話，真係叫你。kopi店咯，阿摩 kopi店，所以白紙我個開一個叫阿摩 kopi店嘅。OK， 我安尼款，就見到白阿妹，那是安尼款。特別哦，伊講我安尼阿摩款呢？多一間。對啊，489對啊，489對啊，你過喺邊？你驚是489係 producer 嚟啊嚇？伊出關子講福建，關子講阿摩啊，馬路邊個福建，等開始講福建話。搞。你是得啦 professor。你是邊個福建 professor 嚟啊？邊個講啊？伊多邊嘅，定到多邊嘅。你唔通看衰你489，伊做 computer 咪真正搞嘅啊！punya， 你 computer IT 咪真正搞嘅。唔是，冇啦。特別我唔知啦。阿岑拉西好朋友嚟嘛？阿岑拉西是做咩事去教你 IT 搞嘅人嘅？即係香港嘅依陣時叫茶餐廳啦。嚇！有福建話茶餐廳一樣嘅。kopi店咯。香港kopi店咯。香港嘅kopi店嘅 idea 是像嘅嘛？餐廳。餐廳。等陣我講你香港kopi店喎，我其實我梗係唔敢食咯，伊個kopi貴死啊！拗佢類啊，拗十幾塊人類嗰個嘅身價，佢俾幾塊香港類。嘅身價嗰個叫。嘅身價應該幾番幾嘅。我依家多啊。幾塊啊，香港類，人類立骨啦。我哋Malaysia ringgit 較水，但冇變咯，冇係。有特登就往去金奪瑞啊，對。
金杜啲只安尼片，咱大馬來食啊，你冇食12塊、15塊，嗰個比較，然後就食。而家香港只金杜啲香港嘅嗬。係啦。你是茶餐廳嘅咩？哦，你係 IKEA，香港做咩係 IKEA？你劍奪呢嘢？冇啦，唔係 IKEA 嚟㗎。你是講邊起來啦？奪話是吹奪啦，吹奪。吹奪，吹奪你真係吹奪，係奪話。Okay, it's in her crate. Okay. 我唔知講劍奪呢是香港嘅，我唔知，我係爸爸去嘅，我特別想講伊是韓國嘅，你是 Kim 啊？你講劍英本是韓國嘅咯？冇，伊咁是伊個咱都冇講劍嘅奪，咱講劍嘅奪喎。Kim 啊，Kim Gary 係咪？哈 ，Kim Gary，金咖喱啊，你諗等陣，我聽冇，即係住講即係苗咪係先。林明阿姊講，林明阿姊講。我是去一道，我行只去一道呢，我只去哦，我看伊嘅 menu 哦，講話你食一個，伊是講是 ramen。係 lunch 咩？我這裡我啲廚咗，我嚟這邊嚟叫佢類啊！我冇準備去了。嚇？我都是。你話 big rice 我看到啲廚我都會曉做，準備愛去㗎，嗰啲叫考慮安尼這類去食咧。我都是安尼看，我真係見去咖啡都食啉咖啡哦，普通嘅物件家己佇厝會使泡到蝦米數愛去都安尼壓到先。啊，你四百九。是咯。講我。等陣，就使等陣，即福建話邊頂上就叫做棒殺。唔是棒殺啦，聲女搞笑。特別鹹笑。嗰邊講好啉啊，係咪啊？做了真係好食。有啲特別嚇。咁我哋必須啲 London 位，話依個咧嗰邊我點樣啲安尼地呢？我估計哦。cream 要 cream 要 chocolate 要一旁嚟要晒嚟熬少少啦，嗰邊 cream 加chocolate，melted chocolate。木加啦，意思講。伊唔是 melted chocolate 了，要 cream 咧，伊個嗰啲伊三熬烹出來，了滷豆滷家己下啦，買個啲 cream 嚟係咪安尼啊？咪木加咯 ，chocolate 啊。會哦。特別攞嚟記。用 quality 咯。啲 quality 嘅物件，攞到你練冇去話，更加好。你今日嘅白咯。你講嘅是成個。你攞嚟記 Starbucks 啊，是 Starbucks 有一道美國我唔知邊馬來西亞有，美國有一道伊出陳迪哥，你知啊？陳迪哥。係咪陳迪哥？陳迪哥是伊是 chocolate drink 啦，但伊是古靈加 melted chocolate 呢。伊個那 chocolate 係到啲古靈嘅位，伊結嘅呢，你咪是成個。我是叫做 chocolate cream chip frap 咯。並冇啦，Java chip 咯，Java chip。Java chip 是有 copy 嘅。伊唔是伊特別伊無 copy，伊是個那 cream 加。伊是冰 chocolate 嚟啦。伊是只一嚿嘅。嚇，對。嗱，係叫做 chocolate cream chip，伊是無 cafe 呢。伊是 chocolate 然後啦 cream 啊。對，伊是 cream 加，成個人做 ganache 呢啊。係chocolate 嚟，即係伊頭先我見過你嘅，比如 Italian cafe 伊真正伊個我真正主要個你個個就會水，伊個皮就會水，然後伊 cream 個個連哇個三粒出隻哇，伊個大 London 會得到貴死啊！特別哦，真正好啉喎！特別我去到 Melbourne 哦，我真係暑假咯。Melbourne 我就特別參啉個啤，我哋啉，我就是我覺得今日 Melbourne 個啤真係好啉喎，因為嗰啲咧
7-Eleven 啊，你一颗個邊個字個邊就好啲咩喎？還沒數啊，還沒數啊。伊 standard 只關嘅啊，我知係咩數啊？唔呀，講。OK，我每個人嘅數，因為 apparently 嗬，因為 Melbourne 有真正濟 Greece 嘅人，伊人移民過去 Melbourne。Greece 是叫做，福建話叫咩 ？Greece 啊，咩辣啊？希臘，希臘，嚇，希臘，所以嗰邊有真係希臘嘅人，所以嗰邊希臘嘅人吼，就開家己做生意咯 ，restaurant 咯，物件個了，咧樣嘅特別物件是賣果啤。哦，所以從嗰邊 start 起嘅，嚇，import 嘢搞出嚟咯。所以有研究㗎。人哋翻嚟。我去到咩？我就講，我就講地念嗰邊人就講。對，迄邊正爽正正勁。你啉果啤啊，就使你較濟啉果啤，本是啉果啤無係糖嘅果啤。了你是食伊味素是安怎？參。對，你看啊你啊間果啤店有蝦米果啤咯？啊是講成沙嘟啦，แล้ว成個大曉果啤大曉啊，佢總是無通啉single origin 嘅啊。แล้ว我就啉係。係咪個果啤個大曉係啥物事？果啤大曉啥物？coffee bean，喂，但係我冇明白，coffee bean 是果啤大曉 ，coffee bean and tea leaf 是伊個公司嘅名嘛？coffee CBDL，coffee bean and tea leaf，OK，明白 ，sorry。So 我頭先看伊 machine 嘅時候，伊 machine 綁了什麼 CBDL 咩 capsule machine， 然後我就搞掉講人都200多了咩？Oh my goodness！奇怪啦，200多了，不當人叫啦 ，coffee bean 不當被 sponsor 是個人講200多了。Coffee bean and tea leaf。OK， 200多了。哦 ，OK。我知啊，不當人去是啦，咱個本來學勁嘅對，是咱去200多了。講到啦，先來每頭先啊。咱哋知啦，咱係 secret 誒，咱成可能咱自己當啦，面嘅係 code name 嘅，咱去200多了，得落嘢嚇，到底你就講嘅200多了。你有一間果啤店啊，伊是賣bagel就出名，你知道？แล้ว伊個果啤。bagel bagel 叫你對好簡單啦。連烤落地，麥係咪嚇？麥嘟啦，對，係你嘟係咩？麥嘟嚟。然後伊個果啤紙就是對去澳洲接口，因為我看到一隻嘅啦，就澳洲嚟，加飛機嚟，所以果啤就是加胖。哦，係咯，種果啤啦，對連辣爹是你個黏條辣爹是安怎辣？安怎其實辣爹先係辣嘅古靈，你日頭講起辣嘅係咩？辣嘅邊咧？辣嘢個邊叫辣爹？辣爹咪辣爹邊？辣嘢爹嚟啊！好啦，辣爹是一罐古靈淡薄個邊啊！你話會啉啦，你話會啉。哦，較濟古靈佢較濟古靈佢個邊是叫辣爹。我order 嘅時我甲伊講，伊係一束古嘅個邊了，3束古嘅古靈嚇，我都會啉。石位咯，古靈一隻。哦，你辣丁邊咧是叫 cappuccino 啦。配嘅。哦，係啊，配對 cappuccino 是辣丁啦。microphone。有何辣爹嚟講，地咁你說辣爹個水嚟烚啊，你烚你實已經係報紙 Insta 嚟講，佢要辣爹壓嘛。喺你辣爹壓就是點啊？英國中講做水定面嘅嚇。辣爹壓，喺你唔是cappuccino啊？冇啦。唔是辣爹嚟。哦，辣爹嚟，安怎做咧？使講話辣爹安怎做嘅？零頭膜嚟。伊走了，你頭我走啦。哦，伊走了，伊講伊靠伊是對啦。哦，呢度是叫 espresso 嘅古靈嘅。哦 ，espresso 嘅古靈係嗰啲咯。對。espresso 嘅古靈，啲古靈先至吹過，唔知。要係抓起。啲 froth 先。對。froth 是講伊抓起 ，froth 係咩意思 ？froth 是用手拍，還是用伊抓起拍？用 machine。machine，OK，咁樣講用邊啊？
哦，佢一支，我問你隻，佢一支是唔是一個 steam 來是滾水滾起來去沖出來，是哦。啊 ，steam，然後你 steam 到之後插落去伊個牛奶，即後個牛奶配到做伊個牛奶變做出配，然後哪掉，然後伊牛奶會抓去咯。對。哦，然後伊一倒伊配牛奶倒入去伊個 cappuccino 嘅時，佢是就是咁樣做啲畫面咧，形嘅咧，香咧，就是你看見佢哋倒咧，很做掉喲。一邊先係配一隻 cappuccino 呢。哦，係咪？等陣我 confuse，同我台灣講就係什麼？latte。哦，latte。哦，然後做水嘅是 cappuccino 啦。latte。哎呦，死我 confuse 咗。cappuccino 是配呢，都唔定。對啊，一配咧。啊 ，cappuccino 都可能只係想作個包的，然後人都唔定。cinnamon powder 我就如果邊咧有一間咖啡店呢個有 latte 啊咧，依家只是咖啡店嘅價錢呀，唔是咧咖啡嘅錢。八度蘭香乜嘅呀？對啦，76號。啊，76號。Apple 嘛。啊，10開嘅波，10開嘅。哦，即我未記得，即叫做 cappuccino 啊，是 latte。你是啦，我喺度看下，你真有好料。OK，阿 John，有小英嘅是 latte， then 然後有伊個咖啡粉啦，chocolate 粉啊。粉啊是 cinnamon powder 啊，是 cappuccino。哦。嗱，我嚟看啊。這是咩？嗰隻糖啊，邊嚟個？哇，出名嘅。這隻白。這裡是我看了，哇，就水。這是做還是冷嘅？這是冷嘅。八度蘭香乜嘅這裡？一個舊咧。冇啦，就是我當晚我每路人去 barista 嘅，我等嘅是一人有夾，路人做，誒，你款嘅水嘅型嘅冇，路多一個冷嘅事。這裡冇好啉，這字掉咯。應該是有啊，我想。這裡乜啉冇字掉咯。零頭冇走而家，走起啊！你是我走了，我等特別班去加入，按照做。應該是會我俾我按照做喎。誒，最嚟，最唔得 share screen。啊！你看。嗱，這咪是 latte 哦，這是 latte 啊，等陣這是 latte。哎呀，我俾我按照做啦。哦，這是啦。YouTube 應該YouTube 有咧 ，YouTube 有解。特別這裡都係連咯。我啦，你看開啊，按照做。因為我看過 3D 嘅哦。嚇？哦，邊個節景？你水呢？冇你咩？拎嘢個邊個了？水呢？就是咯。哦，看面啊，好看無好啉。啊，一直高甜配料。啊，一直食迄個名聲呢，高鉗下，安啦。伊做啊，伊特別做啊就靠名啊，伊啲都係你係咪 Seven Rose 嘅對面迄個娘娘節係頭勁嗰下，靠名啊，發生。Actually 我是去過一道，就你就是我無愛去到對一間哦，因為伊是伊你知咱人誒個latte art啊，是伊鹽有迄個牛奶嘅一層嘅物件，按拖出來嘅嘛，係咯。你 3D 嘅話咧，嗬，伊其實是用頭中一卡咧，一個半項嘅嗰就。哦，因為伊被 shape 嘛，我就是看。用吹本啊？伊用吹本咧。哦，我就是看到，我就去知道嗱咯。哦，你講紅波白多未？未食啊！after 過啊，本無人愛去嘅，你都用吹本嘅是無人愛啉咩啫？但係我用吹本嘅咩？伊部 gadget。我唔是，伊是伊被 shape 伊嘛，因為你用手嘅話上大力嘛，所以你用烘。你使用 airbrush 啊？用 airbrush。我看到人做嘅，伊是咁樣做嘅呢。伊咁樣做嘅呢，我看到人做嘅。做嘅是latte art。我同你講係 3D， 翹起來嘅，要一隻硬鋼架鋪起來嘅。硬鋼啊 ，OK，哎呀，
即係是俾念個 B 呢，個俾做緊呢坎坷，咪做 Instagramable，romantic 嘛，佢係冇 romantic 啊，都 romantic 係咪貴？ครับแกเกลี่ยนจอยคือ romantic 人念個 B 是俾做緊嘅，是俾買款呀，買 icon 呀，咪靠換得俾做緊嘅，係 romantic。copy consumption 是 utilitarian 嘅啊，我同你講啊，我係朋友，我做自己招。阿蕉嚟阿蕉，特晚唔是看咧阿蕉。阿蕉嘅招都冇有，呢度冇攞嚟過。蕉係衰啊！你是木加嚟。哦，摩加哦，摩加嘅 latte 上咧是 just 一嚟俾你聊冇。摩加有 chocolate 啦，摩加是摻 chocolate， 摩加有 chocolate， 摩加是 kopi 摻 chocolate， 有摩加本是有摩加 latte， 還是摩加？摩加因為我講啊，摩加呢？我嘅朋友是意大利嘅人嚟就，係咯，意大利就出名係念過邊嘅嘛，係咯，而家講嘅嗬，攞啲意大利嘅人咧，嗬是冇成個冷嘅影借咗念過邊嘅咯。哎呀，唔是 siesta， 特別 siesta。唔知佢樣嘅咖啡裏邊咧係講嗬 espresso 呢做一日，我呢一條走咧。你講意大利兩時冇借掉成啦。哦，你冇香，你冇借幫咩借掉香燒？你講意大利人冇做啊，香港。你這是成個隻肉呢，成個隻咧。這邊嘅人去借 Starbucks 啦。去借個幾百大粒嘅位，嗰時愛用 WiFi 嘅嘛。我咁做人嚇，借咗配置啊！用 WiFi。對，一人意大利嘅咖啡店啊。我呢借鐳。一人意大利賣咖啡嘅，嗬，像是啲 stand，可能像 bar 呢，可能就嗰個愛咖啡企喺度一邊啊叫。我補充隻，我有做啲意大利意思，我做個一個人，即係冇人特別做啲意大利較古嘅，伊做啲英國了禮拜四人去紅球場，了人行去紅球場，差不多要 start 了，紅球場差不多要 start 了，人去是講，你要啉咖啡無？講。乜人聽講俾佢講緊啉咖啡，去意大利啉咖啡時，冇做乜啦姑娘，你徛起來啊，你擺腿隻啊，你一喝你隻 shot 嘅 espresso，你徛掉啊，你啉隻啊，你啉隻啊，你就走啦。成個人伊冇意思，成個人食什麼油粉咧，割到佢就傻了嘅。你所以我朋友我朋友就是講，呢邊係念咖啡啊，嚇念咖啡，對，嘅老邊念咖啡對。我朋友是意大利人嘛，然後咧，伊講嗬，就是 ingredient 叫做 espresso 嘛。哦 ，espresso。我可能是創調啊，係啦，唔是快嘅意思，伊是一定嘅意思。哦，有一道我朋友帶我去食，伊講真出名啦，喺 Vancouver， 我是唔知啦，想是山白狗，你看啦，伊帶我去咧 Italian 嘅 cafe 啊，伊安尼細拗呢，特別真正香咯。espresso 啦。espresso 嚇，真正夠。espresso 特別冇 X 你唔使講 espresso 係你是唔對了。哦 espresso is pressure 嘅意思。哦唔是，哦唔是 express。我上掉我負責頭多念你cappuccino 是閒時，到幾間咖啡店叫做。Daily 嘟啦 ，Daily 嘟到去 super 咁嘟誒邊啊！你是咩嘟 France 啊？即係好似 croissant 啊，哦，嘟 France，Daily 嘟是嘟 France 啊？啊，對，然後陣時哇叫 espresso 嚟，哇叫即係 start 是叫double shot espresso， 哇你 call 頭先念到你 call 嗰邊乜嚟念啊？嚇，像什麼有款嘅咯？你 say out， 咧頭殼安尼 start 就 boom， 佢頭個大佢啊！意大利人啊，去外國時看人啊，阿妹點先去啉 cappuccino， 伊人潮流啊，因為佢伊人呢 cappuccino 是炸斷嘅啉嘅物件啊，加拿大斷啊，因為你係烏嶺那邊咧。嗱，這是什麼？阿蕉，這是什麼嚟 ？Hello， 聽到。哦，半喇叭。Hello， 來了。喂娃娃歡迎，究竟發仔？
我知。主啊，即係咩檔啊？即係垃圾啊，係咩？爸，本阿爸歡迎即係微微娃娃。微娃娃就冇事嚇，微娃娃冇是新嘅，買嘢唔是啊。Hello，你聽到？哦，你用啲新 iPhone 係？冇啊，我用掉我哋買啊，特別成日是 connect 錯嘅。對啊。冇啊，我聽到你聲。隻水啊？冇，我就係你有聽到響嘅聲。冇啊，冇啦。OK，你看。特別我未看你面，你怕壞？佢哋 camera 啫，佢哋 camera。我 camera 拍起啊！哎呦！我看就溜啦，人俾看咯。我看就溜啦，佢啲 camera 啦。你實用你 iPhone 嗎？用你 iPhone 咯。冇情價做幾下。啦。我同你講啫，即係 iPhone mini 嗬，冇咩大限估嗬。係咪你是講 battery 嚇？battery 四粒，你咪是查你咯 ，power bank 咯。成日講話依 game 啊，一萬年呢，依就冇咧。你 5G 數啊？冇 5G 就馬來西亞冇 5G 馬來西亞冇 5G， 馬來西亞冇 5G 啊？冇啦，冇 5G 啦。哦，講咖啡啊！我唔是講咖啡，我頭是拍是講咖啡，特別我講啉咖啡，當然講研究泡咖啡泡茶。哦，你個叫泡茶泡咖啡哦。泡茶啊，泡茶。你頂到是開咖啡店嘅嘛？你應該是泡咖啡啊。我講泡茶較 authentic 嘅咯，伊咪用佢哋 tea bag 嘅佢哋茶包伊用茶葉嘅咯。茶比。哦，茶比嚇。茶比啦，嗬咧，伊 last time 是咱咖啡店老咖啡店。就有看到佢哋白色嘅杯啊，對，一隻咖啡佬，咖啡嚇，就是咯嚇，我講是用佢哋泡茶本啊，用佢哋嚟泡茶，所以有個條件哦，because 伊呢嗬，伊是 last time 是到行船啊，是甲 British 佢哋英國人啊嗬做工嘅嘛，所以基本上啊講有一個關係嗬是3點。4點啊！你看一般愛對了，只點帶咩呢？變咗一個下一個關係啊！afternoon 啲咩波地？嚇，變做安尼款嘅一個，然後我人做一個大嘛，所以變做我人本是有安尼款嘅關係咯，係啊！特別我人冇有嘅咋，我冇有，我聽到本時你看有啉茶，我人特別我人較少啉囡仔啦，無啉茶，我人較就是泡米咯。泡米都啉，特別本是參出來人啊，爸母我人是啉咖啡，แล้ว我人啉茶，下晡是較濟個4點3點半4點，你陣時就是啉茶咧。แล้ว那是無有當時無，我人是抓買啉米露嚇，買泡米露，買啉米露，我就是食白滾水啊，係Mary邊點落去白滾水，係酥係泡。哦，你人食過哦。有買到是就有咯，有啊嚇有買。我哋pisang goreng。我講是個只係你圓圓嘅大把龜啊。你圓圓冇，是圓啦。外口有係你 sesame。哦，依個塔巴龜。浸煎餅啊？唔是啦，你叫依那邊有包拖豆是包豆沙。啊，煎堆啊！哦。煎堆。因為講叫塔巴龜哦。你一粒球啊！你講你一粒球啊！你講。意思是特別我關是只係大把龜個普及，我只關是大把龜，伊是油誒，特別。哦，伊是白。嚇，伊是個摩吉啦，成摩吉特別邊嘅摩吉。哦。伊無煎嘅，伊兩種煎無煎咯。啊，แล้ว一種是煎嘅小梅。啊，特別我唔知攞你們叫做大把龜喎。唔知啊，我唔知煎堆叫咩？我煎堆是叫sesame ball呢，我叫。特別我大漢那個只條嘅，我大漢那個只條我都細漢時都唔捌看過。你講叫做 afternoon tea 哦，我是食暑假食 afternoon tea 嘅人嘅啦。我冇食。哦，我就暑假嘅喎。安怎啊？我食後面對我邊愛食。
我所巴巴我第暑假是是多哈 Peninsula Hong Kong Peninsula Shanghai Mandarin Oriental Bangkok 喂喲你特別企㗎邊隻啊呢是高級嘅我都係阿達先關鍵好了好了阿達先阿達啥我頭先你講誒白刀係白刀我就看到你講隻阿達先咪叫我就聽到隻聲你唔是啲啊，係 high tea 啊，你英國唔是啲係 high tea。No it's afternoon tea。因為 high tea 呢個 high tea 嚟講我對是講要 discrimination，咁佢叫 afternoon tea，係 apple 嘅第嚟。high tea 嚟講要 high low，所以係discrimination。潮汕你都冇講 ENO 嘅 high tea，ENO KL Majestic 做 high tea。KL 出名是叫唔是 Majestic， 經叫做係咧。有格個沙本時要做 high tea。算啦，假如係本時好食，我不食。我是 high tea。你講佢幫辦者，我未知嚇。我幫辦者，你講吉隆坡係咪都係經好食？Kakosa Street Negara Kakosa Street Negara 是 hotel 嚟，還是 restaurant 嚟 ？hotel 嚟，古早你經呢個是就帶，做咩就帶迄個外國嚟中通啦，Queen 嘟嚟過貴啦，แล้วPrint 嘟冇嚟過貴啦，Print 嘟。你再講係 Crazy Rich Asian 阿媽出的是 Kakosa 咯。對。Crazy Rich Asian 阿媽出，伊人用Kakosa 做 set 嘛。That's crazy. Singapore Grip 你能夠是看啊，佢哋伊人嘅大廚本是Kakosa，用Kakosa。哇！所以Kakosa好食啦，係。出名對。แล้ว KL 有一個位置有 garden 嘅是係咪啊？like glass 呢 majestic 啊 ？Majestic 冇 garden 啊 ，Majestic 都 normal 係可能。Majestic 是你食是入邊是伊個 piano 嘅 hall 有鋼琴嘅，有鋼琴嘅，鋼琴啊，嚇鋼琴，拍鋼琴。我係八卦先嘅時，諗做一個 mini gathering，變成福建嘅 mini gathering，南西來啦，鵝藤嚟啦，係咪？個有最市政樓。成家，咁了有人嚟食，人去食啲 Majestic 嗰邊，青枝啦，係咪啦？好食。然後依家伊個貴出嘅是有伊個一陣嘅，我講啊，八隻人到底嚟講，近了是講隻阿摩地，哎呦，阿摩地嚇，我唔知是叫咩人叫阿摩地啊。我只去食 apple 啊，你阿莫地。阿莫嗰邊啊。阿莫嗰邊。我咧你講念定冷地係冇啦，當時我成日講係啲，係咪咪是叫我念阿莫地咯？你係光炮嗰邊店，你是硬嘅地，是斯里蘭卡嘅地，還是德國地？因為是講你叫咩地咯？你叫即鄧冷地嘛是鄧冷地咯。係等我問看，你咁鄧冷地嘛是過來泡奶茶了。個有有話你泡成日講鄧冷地是你是泡含種嘅地咧，你用啷個別點？冇會話啦，冇。念鄧冷地係話，我諗冇咩念鄧冷地嘅，你特別你成日人講個別店咪叫到你嚟，你泡鄧冷地叫 dark shit 啊，叫咩 dark shit 啊？我知你鄧冷地叫阿西啊，一隻嘢。哦，阿西啊，阿西青，我以為你派錢啊。特別鄧冷地嗬，搬一隻裝咯，要搬一隻貴嘅啦，要搬大葉嘅啦，一粒嘅啦。對成個邊呢？有誒，你四厘你喺度。有要搬普洱啦，鐵觀音，有咧大紅袍啦，要搬綠茶加紅茶。你念冇了ใจ喎，當見下。你念好嘅鄧冷地啊，你念bằng gì地啊，你想個食
上個啉酒啊，可能你啉着好嘅茶，你放住茶你袂啉了嘅。對，好似安尼，基本上kopi pun siang ah ya. 香。kopi 我是唔知啦，特別茶我是知 ，because 我古早我真客啊，真濟人客啊，特都去呢啲中國啊，然後伊人customer 特別都送佢哋茶，伊人就冇啉茶嘛，寄嚟好我咯，我只係啉了啊，佢哋放幾茶，咁了未啉了，當我只係睇啦，後面茶我冇攤啉。係啊。我都啉咪茶，可能一攤獎嘅攤第一名啦，係咪嘢啦？我唔知，好啉就掉啊！我都知哦。迄個普洱，迄個鐵觀音，係咪？咁了，伊人做甲水水啊，將一粒毛，將一粒白，一個白嘅，一個包起來，然後你泡起來時啊，一個散咁了啊，無曬嘅，伊無你大曬，伊無壓曬。幾曬就幾曬。哦，花茶，花茶。一攰啊，對你 out 到尾是玻璃，然後一隻樣白個隻水嘅開起來。特別係你冇有地勢，我咁解。啊，你是看水嚟定？呀，迄個是看水，迄個看水是我是無插啦。特別迄個青茶，迄個 green tea 真正好啉，有影，但係個龍井啦，我咪dragon 係咪？呀，有隻等等茶咧，真正最好料嘅。對。OK， 我要收單啦。咱不節講對對，咱個找一個機會嚇，咱講啉一個冇茶，咱海底啊嚇，即係安尼阿達是茶，對咪講？啉阿摩茶，แล้ว食一個阿摩嘅 sandwich 啊，你看啲物件。OK， 當今咧我哋特別嘅邊咧，就是裝下，當看看，即係我哋特別嘅邊，即係禮拜就是400阿三六三半鹹甜食晒嚼晒，嚼晒啦，貝亞啦，新椒貝亞，微微娃娃，卡嘴聽英國中拍領導豆角，後點阿龍阿椒鹹水甜新。椒南木拿雞，加這個是新椒本龜甲，加無出到聲一間，喂邊隻食名名啊？我想袂起嘅畫名。一間無講話嘅對啊。無名。呢名無名啊。OK， 咁我這邊先下禮拜再來再見，拜拜。拜拜。咱就講到啲 YouTube 啊，邊個人 YouTube 人這邊倒手邊頂住來無看，到處倒手邊有一單啦，隻手邊定看定聽，我人平常時嘅節目，咱若是你定下一粒正咧，網絡因為是佢通知你頂面帶領浪會底買來浪買320塊，會全部唔會掉呢，去訂買買。